姐。哦，邢夫人，大王来了，姐姐有事远迎。寡人去祖庙，顺便在这里歇歇脚。祖庙在东面，大王却来了北郊，南辕北辙呀。寡人，大王不必講了，你呀，從來都是有事情糾葛不下的時候，才會想起我。世間也只有姐姐才知道寡人心中也有懦弱。在別人眼中，寡人從來都是個只知利害的無情之人。列國聯姻各有所圖，年齡相貌不相稱的比比皆是。只要夢瑩能想通就好。但看夢瑩鬱鬱寡歡，寡人心裡也痛。夢瑩性子要強，作為公子妃倒也罷了，但是要作為一國的王後，那要忍許多不得不忍的事情。我是吃過那個苦的，回頭想想，我如今過的日子，真比那時候高興多了。如何高興？你看看這賞魚、賞花、打獵、撫琴、釀酒。大王，去年秋天的時候，山果繁盛，我還親自釀了一些果子酒呢，送了雍瑞幾壇子，他讚不絕口。大王若是喜歡，也帶走一些，嘗嘗我的手藝吧。說到酒啊，寡人還記得兒時你第一次釀酒，釀得比醋還要酸，還硬要寡人喝。如今手藝大有長進了吧？如今也沒有人敢硬要大王做什麼了。逝者如斯，如今寡人坐擁江山，卻更懷念當初的歲月。這衣服會不會做得太大了些？蕭冉和蓉兒都是長個子的時候，他倆的衣裳還是做大些為好。蕭冉小小年紀就從軍了，這也太苦了他。聽說司馬將軍眼下將他安排在自己的大帳裡，帶在身邊，時時調教。還不到1歲就沒了娘親的孩子，幸虧有你這個姐姐。蕭冉從小有志氣，想來不會辜負我們的。蓉兒也長大成人了，但因為威後阻礙，楚王一直沒有給她分封。想到她孤身一人在那兒，無依無靠的，真讓人揪心。八子，大監來了。大王口谕，宣彌月今晚承明殿侍寝。是。還不快幫着八子梳洗打扮，接他的撵轎馬上就到了。是。八子，老奴告退。不需要麻煩，平常裝束